讲到今年这天高热疫情咁发都解压落来咧，这一两礼拜是关键。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下晡也去到台南安南区去看这真有可能是防疫康胖的罗岗市场。这个市场是海沙处，内面也囤真侪废弃物。政治站下卫生局也有伫遮查到这炭病来源，在地是民众希望讲呢，这市场就要赶紧来拆掉。原本老街的市啊，即摆来变成暗木木，厝体更近搁看现现，甚至防卫封锁线。安南区乐港市场对200外搭，到搭剩4搭，但无人起来。拖上指出是因为人口老化造成。原本市场内囤真侪废弃物，地势闹天高热，拢会产生滋生源。在地民众建议爱甲建筑拆掉，也是做活化。高起来做空地啊，大地厝做摊贩，或者是讲袂建商，互人去起厝。要整顿嘛，这上好个啊，拆了看面啊，这可能爱看政府看安怎处理啊。不过安南区区长表示，市场土地有4个人持有，地主有69个徛名，因为产权复杂，一时花要整顿有困难。这所官员一定要负起相当的责任，袂使讲安尼放任底下长期不管，造成我们地方防疫也好，治安也好，其实都增加我们的困难。民众若关心市场敢要拆，有民众指控药啊，干那铺厝内、厝外空地啊围起来，就无铺药啊，安尼敢有效？你无当这喷够效，你即摆若讲咩喷来喷遮已经喷了，这喷网啊，佮走过来人来厝内底。所有的空地跟空屋，他们会用水式的方式喷雾，全部都会喷过一次，然后包含空地都会，希望地主能跟我们加强配合。安南区公所表示，目前安富里上百栋的海沙厝、甲溪墘里的乐港市场，拢已经清好势啊。公务局当咧鉴定乐港市场，看敢是危险建筑，因将会以相关法令来处理。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